Hello， 大家好。好多人都問我啦 ，Venus Legacy， 如果我係一個啱啱結咗婚，我又想準備生 BB， 但好似我又好難懷孕喎，咁 Venus Legacy 幫唔幫到手呢？其實佢真係幫到手嘅喎。嗱，喺我哋了解 Venus Legacy 嘅過程裏邊呢，其實咧佢有一個好好嘅 total solution 俾準媽媽，因為點解呢？你喺避孕嘅過程啊，你喺懷孕、生產之後嘅收身啊、管理啊，其實 Venus Legacy 都可以絕對幫到手嘅喎。咁而家現代社會啦，好多時候職業婦女啦，或者家庭婦女咧，其實都好多壓力嘅。工作壓力啦，要處理家庭好多瑣事嘅壓力啦，咁變咗有好多時咧，包括我哋食物啊，可能成日都食啲生冷嘢啊，或者自己本身都係比較體虛啊、寒底為主嘅話咧，其實咧會令到我哋身體裏邊嘅宮寒比較嚴重。咁呢個情況咧，如果宮寒嚴重咧，喺中醫嘅概念裏邊嚟講咧，都係會可能難啲懷孕啦，受精率難啲着床啦，咁變咗咧令到我哋咧懷孕機會率咧會下跌嘅。咁同埋咧會令到宮寒咧，亦都令到我哋成日好多時會有痛經嘅情況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喺產前預備想做媽媽之前咧，調理好個身體咧 ，Venus Legacy 咧係可以幫到你嘅。佢可以咧好有效咧幫助一啲準備懷孕嘅媽媽咧，減低改善佢哋嘅宮寒問題，令到咧佢哋嘅懷孕機會增加，同埋咧個 BB 咧都會喺媽媽嘅母體裏邊咧係會更加穩妥嘅，因為你個成個子宮成個房子裏邊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狀態，好健康嘅狀態。你嘅血液循環好啦，你輸送俾 BB 嘅養分好咧，都會令到咧成個懷孕個過程咧 BB 嘅生長咧都會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懷孕前嘅準備啦。咁我哋 Venus Legacy 裏邊呢個 MP2 磁頻技術咧，因為佢咧可以令到我哋咧成個 body 咧，尤其是我哋個肚仔個 area 裏邊咧，會升溫加熱啊，加強咗個微循環。咁咧會令到我哋子宮嘅溫度咧提升啦。咁佢其實無論你生唔想生仔都好咧，佢都會改善咗你嘅月經不調啦、痛經啦，或者我哋成日所謂嘅手腳凍、手腳都係好鬼凍啊、好冰啊嗰啲，夜晚都瞓唔到覺啲咧，其實 Venus Legacy 咧都可以幫到你嘅。咁你話做好準備去為 BB 為自己嘅身體先調理好去生 BB 咧，其實咧對成個懷孕嘅過程咧都係非常之友好嘅。咁生完 BB 之後，婦女咧可能會面對好多問題啦，可能我肥咗啦，我屁屁啲脂肪厚咗啦，我個胸變咗形啦，或者我肚皮鬆咗啦，甚至乎咧我有好多妊娠紋喺度啦。只要你生完 BB 順產嘅過程咧，大概3個月度咧就可以開始做 Venus Legacy 嘅療程，去將你回復翻你原本懷孕前嘅身材。你話我開刀嘅喎，咁可能喺半年、6個月至9個月睇下你開刀復合嘅情況之後咧，就可以開始做 Venus Legacy 嘅身材管理，加上咧減退個妊娠紋嘅情況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想懷孕嘅媽媽或者已經生產嘅媽媽，你想將你嘅身材管理保障你嘅身體嘅話，記得嚟做 Venus Legacy 啦，打電話俾我哋啦。